在開始今天的話題之前，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，在如今這個快節奏甚至有些浮躁的娛樂圈裡，為什麼有的明星像流星一樣轉瞬即逝，而有的人卻能像恆星一樣，無論消失多久，只要他一出現，就必然是全場的焦點。冇錯，咱們今天的主角就是那位總是能帶給我們驚喜，甚至連消失都成了一種樹立方式的肖戰。最近肖戰的一次線下活動又火出了圈，不僅僅是因為他的顏值或者是人氣，更多的是他展現出來的那種極度真實，甚至有些反差的個人魅力，以及他在事業佈局上展現出的那種讓同行都感到壓力的國際化野心。如果你也對肖戰的近況感興趣，或者想知道他背後的職場邏輯到底有多長，那接下來的內容您可千萬別背言，咱們一起深挖一下這位內娛頂流背後的故事。咱們先聊聊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那些品牌活動。大家也知道，肖戰平時的行程其實挺神秘的，尤其是拍攝期間，基本上就是屬於查無此人的狀態。但肖戰嘅團隊和品牌方似乎達成了一種默契，那就是他的線下活動從來不會隨隨便便安排，只要肖戰點頭出席，那規格、那動靜、那策劃，絕對都係奔着行業標杆去的。就拿這次活動來說吧，現場內陣仗簡直就像是一場頂級的時尚盛典。品牌方不僅邀請了大量嘅頭部美妝博主到場坐鎮，還指責了海內外嘅眾多主流媒體進行全方位嘅採訪與報道。從活動結束後陸續釋放出來的採訪內容就能看出來，這絕對不是一場簡單的站台剪彩，而是一場經過精密策劃、擁有完整傳播鏈路的大型品牌宣傳活動。呢種陣仗和規格，在現在的內娛商業活動裡，真的是相當少見的。但更有意思的，在這麼一個高大上的環境裡，肖戰表現出來的態度卻非常接地氣。採訪中有很多輕鬆有趣的提問。當媒體問到佢在活動結束後最想做嘅第一件事是什麼時，大家可能覺得太會說之場面話，比如想回去休息，或者是想看劇本之類的。結果肖戰嘅回答特別生活化，佢說食飯吃點好吃的吧。這話一出來，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就變得特別輕鬆。他還補充說，這段時間自己一直處在那種連續工作的狀態裡，雖然累，但感覺非常充實。您瞧瞧，這種簡單直接的回答，完全沒有那種高高在上的明星價值。在肖戰嘅眼裡，工作完了吃頓好吃的，這就是對他最大的獎勵。這種真實感，這種生活化的氣息，讓人瞬間覺得他其實和我們普通打工人沒什麼區別。日常的節奏就是典型的工作與生活兩點一線。但如果你真的把他當成普通的打工人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從他的整體狀態來看，肖戰是那種非常典型的事業成藝人，他的日常安排緊湊到讓人窒息，活動與工作之間幾乎是無縫連接。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他在某個活動露面，覺得他終於出來了，其實在那之前他可能已經在劇組工作了很久，而活動一結束，他很快又會投入到新的項目之中。粉絲們開玩笑說，肖戰每次都是無縫跟足的狀態，這話一點都不誇張。在接受某知名媒體採訪時，媒體也提到了他剛結束的那一連串高強度活動，問他具體都參與了哪些內容。肖戰嘅回應非常有意思，佢說不僅活動多，整體工作量也很大。雖然某些階段性嘅行程告一段落了，但他並沒有真正閒下來，依然處在那種持續工作的快節奏裡。這種高密度的日程安排，側面說明咗一個問題：肖戰現在真的是在跟時間賽跑，他完全沒有給自己留出所謂的躺平時間。事實上，呢種狀態肖戰嘅粉絲們早已經習慣了。在肖戰拍戲期間，他在網絡上的曝光度確實會直線下降，但這種消失並不是真的消失，而是一種沉澱。每一次當佢再次出現喺公眾視野時，往往都會帶咗全新嘅作品或者全新嘅身份，每次都能給外界帶嚟意想不到嘅驚喜。例如之前，佢曾默默籌備自己嘅個人專輯長達3年之久，喺這3年裡，除了必要的活動，佢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音樂的打磨上。這種沉澱式嘅準備，也讓外界對他的工作節奏越來越有信心。大家都知道，肖戰的短暫消失，往往就意味着他正在背地裡憋大招，準備給大家送上一份厚禮。在這次採訪裡，肖戰還破天荒地談到了對自己的自我評價，他用了2個詞，一個係打破常規，一個係獨樹一幟，確咗也是品牌方吸引台嘅特質，覺得這種品牌精神與他個人的風格非常貼合。咱們仔細品評這2個詞，如果只係從外界的第一印象嚟睇，很多人對肖戰的評價通常是溫厚、有禮、儒雅或者是克制。
呢支標籤確實冇錯，但凱撒的打破常規是符合這些溫和的標籤，並不完全一致。但如果你是長期關注他發展軌跡的老粉，你就會發現，這個評價恰恰最貼合他的職業路徑。無論是在角色的選擇上，他從來不給自己設限，從古裝到現代，從軍旅到年代劇，他在多種題材中不斷嘗試，這種不斷打破舒適區的做法，本身就是一種對常規的挑戰。而且佢堅持音樂與影視雙線並行，在舞台表現上始終堅持堅撐，在流量為王的時代，這種不隨波逐流，堅持專業底線的態度，不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獨樹一幟嗎？對於一個藝人來說，持續嘅創新和保持鮮明嘅個人風格，往往是決定他能否長久走下去嘅關鍵。而肖戰顯然已經找到了屬於他的那條路。聊完工作態度，咱們再來看看肖戰的情商。肖戰的表達能力在圈內一直是備受推崇的，甚至有很多網友說自己是肖戰的採訪粉。在這次活動中，有人請佢勸年輕人不要熬夜。其實這類問題挺不好回答的。如果你直接噴，很容易帶上一層說教的意味，聽的人可能會覺得你一個大明星，生活條件那麼好，站着說話不腰腰疼，甚至會產生反感。但肖戰嘅回答方式就顯得非常自然且高情商，佢冇直接對年輕人下命令，而係先從自身出發，解釋了自己為什麼不熬夜。佢說，為了第二天能以更好的狀態面對鏡頭，為了能更好的完成工作，他必須保持充足的睡眠。呢種表達方式更像是在分享一種職場經驗，或者是個人生活習慣，而不是在對別人的生活指手畫腳。聽嘅人會覺得，原來佢早睡是為了職業操守，咁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佢的立場，而不會感到被冒犯。更巧妙嘅是，肖戰在表達時，把勸導的目標人群從所有年輕人精準地轉變成了被熬夜困擾的人。這一小小的調整，讓整個語境變得溫柔了許多，也更貼近那些本來就想改善做事但又難以自律的人群，自然而然地減少了某種對立情緒。在用詞上，太多使用建議、可以嘗試、也許等婉轉嘅表達，而不是嗰種絕對化的命令式的語言。聽佢說話，感覺就像係一位溫和的朋友在和你交流心得，那種素養和底蘊，真的不是靠你人設就能裝出來的。肖戰嘅這種影響力，現在已經不僅僅局限於國內了。咱們地聊聊《滄海傳》的海外傳播情況。此前這部劇的海外版權曾經和迪士尼家達成過合作，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成績了。但最新的消息顯示，韓國地區的版權已經被奈飛購入了，這意味着呢部劇在海外將容納一個全新的、更為主流的曝光渠道。大家要知道，對於一部已經在多個平台播出過的作品來說，能夠再次被全球頂尖的流媒體平台單獨引入，這本身就證明了該劇極高的品質和持續的關注度。根據海外劇迷嘅分享，呢部劇預計在4月7日就會在韓國上線。回顧這部劇的海外發行路徑，你會發現它不僅覆蓋了之前的合作平台，還廣泛分佈在多家流媒體平台，以至電視台系統。海外傳播的範圍正在像滾雪球一樣不斷擴大。隨着不同地區嘅陸續上線，作品嘅這種長尾效應也會持續釋放。而且有一個細節非常值得玩味，例如很多劇集在吹售海外版權時，往往係採用打包的形式，也就是買大送小。但《滄海傳》卻是已經有海外播出的基礎上，依然被新的平台看中並單獨採購。這種回頭客式的人口，最能反映出這部劇在國際市場上的超高人氣。咱們再拿數據說話，《滄海傳》的相關統計數據目前還在持續增長。根據雲核數據的顯示，這部劇的累計季均播放量已經來到了5800萬左右。最驚人的是，在一個月的時間裏，這個數字竟然又增長了100多萬。也就是說，雖然劇已經播完一段時間了，但每個月依然有100多萬的新觀眾加入到追劇的行列。按照這個增長速度，再有2個月，集均突破6000萬，係大有希望嘅。在海外嘅社交平台上，鄭海泉嘅口碑也在持續發酵。好多海外觀眾在評價時特別提到了肖戰的表現，他們說肖戰這個名字正在逐漸和角色塑造能力畫上等號。無論是處理不同題材嘅跨度，還是演繹複雜人性時的細膩感，都能引發觀眾的極大期待。這種認知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，它是通過一部又一部高品質作品累積出來的。帥氣作品的成績，咱們確實需要橫向和縱向同時去觀察。就拿那部口碑爆棚的《夢中的那片海》來說吧，這部正劇題材的作品，當時是在6月播出的。熟悉行業的朋友都知道，那個時間段屬於相對的冷淡期。
而且又正好撞上了高考季，全国的電視開機率整體都是偏低的。但喺這種不利的外部環境下，這部劇依然交出了一份驚人的成績單。它的總歸官方收視率，也就是咱們常說的收視率，達到了1.54，在當年即係唯一一部峰值超過了新聞聯播嘅吉子。按照現在的標準來看，這就是現象級、是獅子的大爆款。具體到網絡數據，夢中的那片海在騰訊視頻的彈幕互動量和播放數據也非常搶眼，原盒子觀達到了2200萬。更離譜嘅是，這部劇在播完後，完成了上星輪播200輪的壯舉。200輪啊，小伙伴們，這意味着你在電視上隨便轉個台，可能都能看到肖戰飾演的蕭春生。這種長尾效應簡直是無敵的存在。劇中肖戰在長城上背詩的那個片段，已經成為了短視頻平台上持續傳播的經典場面。直到現在，我們依然能刷到很多遊客去長城打卡時模仿肖戰背詩的視頻。這種文化符號式的傳播，極大地拉長了作品的熱度週期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呢部劇獲得了飛天獎優秀電視劇男主角的提名，肖戰本人也獲得了年度突破男演員等行業認可。無論橫向對比同題材作品，還是縱向對比同平台的歷史成績，夢中的那片海都成為了這個行業裏的標杆。其實說到底，娛樂行業嘅競爭是非常殘酷且激烈的，能同時具備頂尖人氣和穩定發展態勢嘅藝人，真的是鳳毛麟角。肖戰之所以能在不同的階段都展現出極強嘅穩定性，歸根結底是因為他擁有一個非常強大嘅個人內核。在起步階段，佢靠的是那份堅持和努力去爭取每一個微小的機會。在紅遍大江南北嘅巔峰階段，他依然能保持清醒的頭腦，掌控好自己的生活節奏。面對外界嘅波動和爭議時，他沒有選擇激進的回擊，而是選擇穩步前行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嘗試不同角色、拓寬表演空間上。呢種持續之旅，讓他最終從一個流量偶像成功轉型為一名實力派演員。而且最難得的是，在轉型的同時，他依然保持着內娛頂尖的流量地位。呢種結果靠走捷徑或者靠營銷是絕對實現不了的。隨着他參演的不同題材作品不斷之嚟，肖戰的國民度也越嚟越高。而家觀眾對他表演嘅期待已經不僅僅是粉絲行為，而是逐漸形成一種肖戰出品必屬精品的國民共識，這讓他在國民演員的道路上走得越來越穩。好多深度關注肖戰的朋友都會發現，佢俾人留下的印象已經不再僅僅停留喺怪型那個層面了。大家更看重的是他性格中的那種溫厚與韌性。溫和並不代表沒有立場，而是在面對外界嘅風雨和變化時，依然能保持自己嘅節奏，不急不躁，也不過度張揚。在經歷過職業生涯的不同起伏之後，呢種穩定的精神狀態反而變得更加耀眼。他把過去的那些經歷都轉化成了生生的底氣和經驗，呈現出一種愈發從容的姿態。不得不說，肖戰這種對工作的專注和熱情，真的挺讓人佩服的。在這個誘惑極多的圈子裏，能像他這樣守住初心，確實有點神仙偶像的意思。他的這種內核，真的讓支持他的粉絲和合作夥伴都感到特別安心。從出色的表達能力，到作品的廣泛傳播，再到海外口碑的持續輸出，肖戰的影響力正在進行全方位的價值輸出。佢通過不同類型的作品，逐步敲開國際市場的大門，也讓他的國際知名度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攀升。好了，聊了這麼多，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今天的內容。無論是那些活動中展現出的高情商和接地氣的一面，還是長海傳在海外市場的勢如破竹，亦或是夢中的那片海創下的收視神話，這些其實都在向我們傳遞一個信號：肖戰的成功絕非偶然，而是長期主義者的勝利。佢嗰種溫和而堅定嘅風格，正在支持着他走向更高更遠的地方。在這裡，我也想聽聽大家的想法。在肖戰眾多嘅作品中，某一個角色或者某一個瞬間最打動你，你又係如何看待佢那種打破常規職業態度嘅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，咱們一起交流討論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視頻，別忘了點讚轉發並關注我們的頻道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續產出優質內容的動力。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